都聽到局方啦，佢哋都講藍圖其中一樣我比較關注呢，就係嗰個中成藥嗰個定義。我諗大家都知道咧，喺西藥方面呢，就係只要有西藥嘅成分呢，就當係西藥咁去規管，有嚴格嘅條例。但係中藥嘅特性呢，就係藥食同源啊嚇，咁所以呢，加入啲唔同嘅食品落去呢，就會有一啲嘅不法商人啦，甚至乎漠視咗市民健康嘅朋友呢，就可能會將佢變成咗即係透過呢個灰色嘅地帶。即使有中藥，佢只要加啲食物落去呢，就變成食品去規管，就唔係中藥去規管。我諗呢一個呢，係大家首先有一樣嘢就係知道而家真係有呢樣嘢嘅存在嘅。頭先局方都會有講，即係日後呢都會睇下呢啲灰色地帶呢係去點樣去修改。咁但係如果修改嘅時候呢，其實呢無可避免呢就會觸及到一啲嘅影射藥啦，同埋係保健品嗰個市場嘅。咁所以我想問下，我哋要做修改法例，收緊一個中成藥嘅定義嘅時候，其實處方即係衛生署或者局方，你哋有冇一個嘅數字啊？即係究竟我哋要處理係幾大嘅產品量？有冇做過呢一個嘅市場嘅調查，了解而家市面上有幾多嘅產品可能就係繞過咗呢一個嘅註冊制度而去出售嘅呢？有冇大概知道市面上嗰個產品嗰個數量？而現時呢，政府對於嗰個保健品嗰個規管呢，主要就係採取食品，頭先政府都講用嗰啲食品唔同嘅規管嘅條例定義同埋邏輯咧去管嘅。咁喺加強咗中成藥規管之後，咁政府未來對於保健品嗰個規管嘅定義會唔會隨之而嚟都可能會有一個變化？因為其實以往一路以嚟就係即係大家都會擔心可能影響埋保健品嗰個市場，咁所以政府預期即係對於保健品嘅市場又會帶嚟啲咩變化呢？第三就係我哋睇翻歷史啦，我哋中成藥註冊制度由推出至到完成過渡安排啊，舊年完成過渡安排，歷時係超過20年嘅。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業界對於呢個品質標準同埋檢測方面呢，都係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咁所以想問翻政府，就係計劃喺修例之後，即係中成藥嗰個規管修例之後，其實真係有啲咩實質去提供支援？其實我哋一路咧都有喺市場嗰度咧了解個情況。其實我哋的確知道喺市場上呢一啲即係7+1，我哋所謂嘅仿中成藥啦，或者一啲偽非中成藥嘅產品咧，其實數量的確係相當之多。咁而且亦都有開始漸變多嘅情況添。咁喺修訂中成藥定義方面呢，其實我哋有2個方向啦。第一個就係唔再係好似而家咁啦，一定要完全含有中藥材嘅先正叫中成藥啦。就係含有聲稱一啲藥性較強、副作用較大嘅中藥材產品呢，我哋呢都已經計劃呢係已經定義為一個中成藥啦。另外一個呢，就係佢如果佢以劑型形式，同埋呢佢個表述話佢係一個傳統嘅中成藥製劑嘅話呢，呢啲呢都會未來呢會跌入咗去一個中成藥定義。其實呢，喺早前呢，其實係曾經呢向業界呢做過一啲諮詢，咁做咗超過10個諮詢會啦，收集咗超過300份嘅意見啦。整體而言呢，佢哋係建議修訂方案嘅嗰個方向，但係咧對於頭先所講關於邊啲藥材或者邊啲會定為傳統嘅中成藥製劑產品呢，佢哋有啲唔同嘅意見嘅。就住呢一個呢，我哋會考慮呢再做一個諮詢。喺今年嘅5月31號，我哋本港就有8375項嘅註冊嘅中成藥啦。但係正如頭先當局咁所講，其實而家市面上係好多泛濫住呢啲灰色地帶，其實亦都有機會危害到市民嘅嘅產品。咪我哋個法例未得嘅時候，而家市面上又有啲咁嘅危害市民嘅產品啦。咁呢段時間可以做啲咩呢？咁而家喺市面上面呢，有係喺市場嘅產品，如果我哋目前嚟講喺個定義裏邊，佢唔係屬於中成藥啦，但係我哋其實呢喺法例上面呢都有規管住佢。頭先亦都提過，譬如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啊、商品説明條例呢啲等等嘅。咁但係我哋明白到議員頭先嘅關注，咁我哋都頭先亦都講，雖然我哋目前冇一個掌握嘅數目咧，呢一啲咁樣嘅產品喺市面有幾多？不過我哋知道呢，其實目前都係多嘅。咁所以我哋已經有一步一步呢係有呢個計劃呢。即係諮詢完大家之後咧，喺個法例上面咧，就一定係會係去修改。